發展物流基建先行，近年大灣區構建1小時生活圈，跨境物流亦都隨之發展。港珠澳大橋一橋連三地，24小時通關，每日近100萬個包裹進出，貨物涵蓋食品、服裝、家私等嘅種類。大橋開通7年，陸續推行精簡通關手續，一站式邊檢、建設完善物流園等嘅措施，帶動進出口貨物總值突破1萬億元，成為區內嘅物流大動脈。2024年底，大橋西延線黃茅海跨海通道通車，香港到江門嘅車程縮短到最快個半鐘，進一步提升鮮活產品嘅存活率。定位為客貨綜合口岸嘅蓮塘香園圍口岸係另一個物流新通道，喺港深兩地推行一站式通關，一次就完成所有檢查，最快10秒通關。又啟用8個冷鏈查驗平台，實現冷鏈貨物不斷鏈。車暢則貨興，貨興則財旺。物流通道持續完善，為貿易增長提供新動力。融入國家發展，鞏固國際優勢，團結香港，聯通世界。